大家好，我是丹津丹代，欢迎收看单打独斗的4分钟藏语教室。我们在领受灌顶的时候，以及平常在念经的时候呢，常常呢都会念到十方诸佛菩萨。受具三界的神诸什么他们这。所以十方呢叫做秋住，秋呢是方向 direction， 住呢是十，好，所以十方呢叫做秋住。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呢，有些时候在跟人家约地点，好，比如说像在台北火车站的话，我们会约说，在北门啊，在东门，在南门，在西门，好，要往哪里去，或者是呢要约在哪里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就来学10个方向、10个方位的藏文。方向、方位，那个方 direction， 这藏语呢叫做秋呢就是方向、方位的意思。东方呢叫做夏秋，夏呢就是东，所以东方呢叫做夏秋。那这个夏呢是指尼玛夏瓦，就是太阳升起、太阳照亮的地方，所以太阳是从东边升起，东方呢就是夏秋。好，那南方呢叫做托秋，托呢就是南，西方呢叫做努秋。这个 nun 呢有沉默或者是衰弱、衰败的意思，好，所以呢太阳从东边升起，尼玛夏瓦，所以呢东边呢叫夏秋。那太阳从西方沉下去，所以呢尼玛努巴，所以西方呢就叫做努秋。那北方呢叫做讲秋，好，所以呢北呢就是讲，所以呢甘丹寺北顶学院那个北顶就叫做讲寨，讲呢是北边，寨呢是顶端，讲寨就是北顶。那我们甘丹寺呢在印度呢是在南印，所以呢南印呢就是Gagar Hocho， Gagar 呢是印度Hocho 就是南方，所以 Gagar Hocho 就是南印度。那甘丹北顶呢叫做 Gaden 讲寨。好，所以呢四方呢是夏、托、努、江，好，东南西北。那四语呢东南西南西北，东北呢它是由东然后呢到南，再到西，再到北，再到东，它是顺时钟这样子转一圈去命名的。好，所以呢东南方它叫做夏霍，好，从东到南，好，所以呢夏霍，东南方。所以呢西南它是由南到西，所以它是先讲南再讲西，它叫做霍努。那西北呢由西到北，好，所以它是先讲西再讲北，所以是努江。北到东，好，所以呢东北它是先讲北再讲东，所以呢东北方呢叫做讲夏。好，所以四语的方向呢，在藏语里面呢，它是按照顺时钟的方向。好，所以呢，你东南，你只要先想到说由东到南，好，按照顺时钟的方向是先东再南，那你就知道讲夏托。好，那西南方你会知道说呢，是由南到西，按照顺时钟的方向呢，所以呢叫做托努。好，那西北方呢，由西到北，按照顺时钟的方向呢，就是努江。那东北方呢，由北到东，按照顺时钟的方向，所以是先讲北再讲东，叫讲夏。好，它跟中文跟英文不一样，中文呢东南西南，好，是先讲东讲西，然后呢再接南方。那东北西北一样，好，是先讲东或者是西，然后呢再加北方，好，是以东跟西为前面，然后呢后面再加北或南。那英文呢又不一样，英文呢东南它是 southeast， 所以它是以南北，好，先讲南跟北，然后呢再讲东跟西，所以呢在英文里面呢东南它是 southeast， 好，那西南它是 southwest， 那东北呢它是 northeast， 那西北呢它是 northwest。 好，英文里面呢它是先讲北边或南边，之后后面再加东边跟西边。那中文是反过来，先讲东或者是西，后面再接南北。那藏文呢跟它完全不一样，藏文呢是按照顺时钟的顺序，由东一直绕一圈，好，从由东到南到西到北再回到东，按照顺时钟这样绕一圈，所以它的东南它是夏托，西南呢则变成托努。
好，然后呢，西北变成女江，然后呢，东北呢变成讲晒。好，那四面八方讲完了，十方呢还要再加上上跟下，所以呢，上呢叫做 den 呢就是上面，好，那下方呢是 walk， 好，上下丁 walk， 十方呢是东下南拓西努北讲，东南下拓西南拓努，西北努江，东北讲下，上定下 walk。那另外呢，我们常常会听到五方佛，好，那五方佛呢，它是四方再加上中间，所以中间呢，藏语叫做物，好，物呢就是中间。好，那下一个特辑呢，我们再来介绍五方佛的名字。在藏语里面呢，它其实是五部佛，五个种姓的佛，我们不会叫五方佛。那也因为呢，每一个本尊它的部主的不同，所以在灌顶的时候以及修本尊法的时候呢，它各个方位的那个佛呢，也会不一样。所以呢，下一个特辑呢，我们就来介绍五方佛。好，以上呢就是今天的4分钟藏语教室，谢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一集见。Just delay。